亲爱的姊妹，愿恁平安。牧师用这句话代表主耶稣来甲恁讲，伫2000年前的礼拜日的暗暝，耶稣死的第3日，伫迄个暗暝，耶稣搁活了后，伊出现，甲伊的学生讲：愿恁平安。这句话代表搁活的福音。亲爱的姊妹，咱可能拢逐年拢咧过搁活节，但是咱无一定捌认真去想过，搁活节会当带互我什么种的祝福？愿今仔日个礼拜，搁活节福音甲恁三甲伫地，因为耶稣讲 Shalom Lahem， 这个字是主耶稣留予以色列人足要紧的一句话。咱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我都想要甲恁讲，主耶稣的搁活甲你三甲伫地，愿伊所享受的快乐，特别伫晨会、伫方明、伫家珍、伫家豪、伫真侪咱的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个搁活节对恁来讲是一个受祝福的日。咱要听上帝的话之前，牧师要邀请咱搁做伙，为着会当听清楚。咱来求圣神来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听上帝圣经的解说，咱当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伫你的圣殿作为主席，愿尽少年拄拄失去伊的妈妈的余生。主，愿你亲自伊的家庭，甲伊揽、甲伊抱、甲伊安慰，互伊知影，既然信你的人虽往死，犹犹要搁活。主，阮中间若有人心灵有苦楚、有惊吓、有病痛，愿你伫今仔个搁活节，将仰望、信心、仁爱放伫阮的生命中。主耶稣，愿你足清楚伫阮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耳孔，甲伊讲：我听你，愿你平安。愿这个平安，毋是一个清安。愿这个平安是一种快乐。主，你互今仔日个礼拜真做一个领受的礼拜，愿一生一世拢要会记得。主，你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所互阮的礼物，竟然是陪伴阮到一生的路尾。至圣的主，愿将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心灵往你拍开，求主你的圣神对伊讲话。愿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我可耶稣的圣名，阿门。可以做家好，欢迎你来这礼拜。兄弟姊妹，因两个拢是喜乐保育院里面很懂得听讲道的青年，因毋是干那会晓听咱咧讲的话，虽然因的身躯的肢体无介方便，但是因嘛会当带敬拜赞美。伫喜乐保育院内底可以做拢是实勤手，因。伫上帝的面前，唱出因生命的诗歌。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个搁活礼拜中间，咱明白一项代志：年年拢咧过搁活节，但是搁活节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节日。当年牧师拢会邀请咱伫受难酒参加受难酒的祈祷会。受难酒的祈祷会嘛，毋是可有可无的咧教会活动之一。但是检查因为无用，检查因为无人提醒。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祭祀过程中间，有时咱会忽略掉伊的重要性，感觉这样代志可有可无。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因的大汉，其实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来大汉。咱的主日学的老师真用心，因为因知影主日学的囡仔，袂使干那听主日学。这个圣经的故事哪点？所以主日学老师有讲一句话，讲这个囡仔需要伫礼拜中间，通过礼拜仪式，有一个仪式的参与感。有真侪人认捌上帝，多数拢毋是因为讲道，是因为伊感受到一个礼拜中间的庄严，仪式中间的神圣，然后伊才愿意拍开心门。来探讨讲这个礼拜中间，迄个享受快乐甲活命的上帝，伊到底
是什么种的上帝。通常牧师的讲道拢是后半段，当一个人有迄个意愿想要认识上帝时，牧师对圣经的解说就会帮咱伊明白讲原来搁偌济生做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我敢要当问恁一个问题：伫你做基督徒遮尔多年以来，搁偌济故事，对一个故事你上爱，你上有印象，上有感觉？兄弟姊妹，对一个搁偌济故事对你来讲上重要。搁偌济上少50个以上的故事，所以古伦神父有为着搁偌济的祈祷写一本册，叫做《天天复活的喜乐》。伊用50篇圣经的故事，讲50个故事，就是对搁偌济到圣神降临节，逐工拢通过圣经的故事，甲耶稣讲：耶稣，这个故事赞，阿门。这个故事，互伊变做我的故事。在咱今日听讲道意思是安尼哦。圣经的故事赞，主啊，阿门。互这个故事变做我的故事。这50个故事有大故事，有小故事。今仔日咱所听的这个经文，恁若较敏感的人，恁会感受到今仔日的词汇，医先读新约，然后才读旧约。这是牧师刻意拜托词汇先读新约约翰福音20章这段的故事。这是搁偌济的大故事，伊是发生伫搁偌济礼拜日这个暗暝。耶稣照圣经的记载时间点，伊是伫拜五受审判，等于是未过顶悬，拜五死，然后伫礼拜搁活伫咱的中间。耶稣的生甲死，毋是一项真简单的代志。亲爱的姊妹，若要真清楚解说这个圣经的故事，牧师可能需要足长的时间甲恁查经。因为耶稣是出世伫犹太人一个足大的节期，叫做住棚节。耶稣是死伫受难周的，咱叫做搬过节。耶稣的国活是伫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叫做初熟节。耶稣上天了后，圣属圣神，迄个日叫做五旬节。这几个节期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生中间最要紧的3大节期，甲耶稣的生死有关系。所以故事的安排遮尔奇妙，偏激的人甲遐敖。耶稣的降生是为着要疼世间人，伊的生死拢甲犹太人一个2000年的历史的犹太人，甲因的信仰有深深的关系。牧师今仔日无要讲遮尔济解说者的话，牧师只有要问恁一句：你敢知影搁偌济甲你的性命有甚么种的关系？患病的人其他的病未死，会得到医治，就亲像猎杀咯。恁会记迄个故事无？耶稣甲伊的姊妹拦呢，马亚大伊看甲，甲耶稣埋怨讲：主耶稣，你若较早来，阮小弟的病未死。耶稣甲伊拦呢，耶稣讲：信我的人永远未死，你相信吗？兄弟姊妹，今仔是搁偌济。主耶稣若甲咱讲，信我的人虽讲死，还佫要搁活。你会甲耶稣辩论？马大嘛甲伊辩论讲：我知啦，迄是将来的代志，因为死了后上天堂，人会搁活，迄是将来的代志。无拍算耶稣甲因讲，伊是困去。亲爱的姊妹，搁偌济是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是活活生生、实实在在，伫咱的人生中间，拢会通经历。原咱知影牧师今日第一句话甲咱讲的话讲，搁偌济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你若信耶稣，你就祝福；若无太无彩，因为耶稣对生命有绝对的权柄、力量，甲活命的开展。原咱今仔日搁偌济，咱甲主耶稣讲：
主耶稣和我甲你同生，和我甲你同死。牧师拄则咧讲起，上帝是一个真奇妙的故事的编写者。伊互耶稣降生伫这个世界，讲道成肉体。道成肉体迄一日，竟然就是犹太人一个足大的节期，叫做住棚节，纪念出埃及的时阵住伫旷野的日子会开始。然后耶稣死伫盘过节，守盘过节就是讲，主啊，迄个死亡，互伊离开阮这个民族，互惊吓离开。盘过意思就是上帝的平安临到，惊吓就无搁再伫阮中间来掌管。但是耶稣竟然伫迄天来死。这个故事最重要是要甲咱讲起，耶稣对这个死亡有绝对的权柄。所听的姊妹，咱今仔所听的讲道，不是一种的道理。咱今仔所听的讲道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生命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亲自讲互恁听。照着今仔日个圣经约翰福音20章。约翰听这句话是3天前，耶稣伫圣坛的暗暝中间，耶稣就讲的一句话。伫耶稣最后盘过节守圣餐，恁有参加查经班的人，恁知影牧师有讲一个课叫做耶稣的课堂。伫耶稣的课堂第55课最后一课，就是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迄是耶稣伫伊离开世间的最后一个阴暗，伊对伊学生闭门的教学。闭门的教学意思就是无互外人门关起来，只有至亲学生来听。耶稣伫迄个中间甲伊讲：我留了我的平安互你，我的平安甲这个世间的平安无共款。这是今仔牧师要问恁的第二个问题：你感觉信耶稣有共款吗？真侪朋友拢甲你讲，信什么宗教拢共款，对无？你捌听过吗？耶稣讲：我的平安甲这世间的平安无共款。但这个牧师要用足紧的速度甲恁讲，什么叫做无共款？但是兄弟姊妹，伫耶稣死了第3天的暗暝，就是礼拜日的阴暗，就是今仔日咱咧过活节的暗暝。耶稣出现，因为伊是神，所以无受门窗壁的阻挡。伊会通亲自就自由进入到伫这个房间中间，真有可能就是伫马可因兜、马可楼、马可楼，是守圣餐的所在。后来也是圣神充满的五旬节，因为迄个时阵伊的学生有一群人走投无路，隐秘伫这个所在。耶稣出现的时阵，甲伊讲：愿恁平安。咱听起来就亲像咱咧讲，耶稣听你。牧师一直甲咱提醒讲，甲人讲耶稣听你爱真心，因为迄毋是一个无聊的请安，也是廉价的请安的话。当咱甲人讲耶稣听你的时阵，你爱对心中讲，耶稣所予我迄种遐尼甘甜的听，拢互你。今仔耶稣讲愿恁平安这句话，咱通过翻译来听，无一定会了解。所以犹太人后来为着这句话写一篇讲道篇，伊的名叫做 Shalom Lahem， 愿恁平安。Lahem 就是你们复数 ，Shalom 就是平安，愿恁平安。犹太人讲恁唔知影，当耶稣讲愿恁平安的时阵，阮一听到，阮就足清楚知影，因为2000年来。犹太人若做礼拜，心无平安，伊拢爱做一个奉献，叫做平安祭。你捌听过无？伫旧约的圣经中间讲献钱啊，较善的人、较颂扬的人，伊就较献较细只，用粉椒啊；较好嘅人用细只羊羔、羊牛，将这个平安礼会代表罪得到洗清去。将迄个精神献给上帝，所以犹太人想到耶稣亲自所讲这个 Shalom Lahem 这个字的时，伊马上就意识到，耶稣其实是咧甲我讲，因为我会死，所以愿恁平安。所听的姊妹，
我嘛将这句话甲恁讲。当咱咧互相请安的时阵，毋是一项简单的事，因为主要甲咱做主张，主要亲自伫你的人生中间担当咱的罪过甲苦难。所以后来书会所读的第二句话，伫以赛亚53章，这句话是伫耶稣还没来到世间之前的700年，先知以赛亚伫感动的中间，伊就写落来，实实在在的亲像耶稣伫各各他伊所拄着一幕搁一幕的故事。700年后发生伫电影的戏剧的剧情的内底。所听的姊妹，愿圣神将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互你真正知影讲，原来牧师甲阮提醒讲，搁或者毋是一个真简单的祭祀，因为今仔日是信心的福音，今仔日搁或者是带来噩梦的福音，搁或者是带来主耶稣听的充满的福音。所听的姊妹，牧师伫我的周报顶端，我若看到恁有出现，特别我知影恁最近有困难的，我拢会伫我的周报顶端留笔记，因为会成做我替恁祈祷伫我心中。我知影咱中间最近有人有拄着恁人生中间恶担当的事，陈慧遐尼少年，三个囡仔遐尼细，遐尼幼稚。但是，伊伫检查中间才发现讲，伊是一个真无好的细胞，叫做三阴哦。一般人若听到吼，可能就昏去啊。但是陈慧伫信心的中间勇敢，兄弟姊妹，咱三体祈祷。咱中间有人较早拄着破病，有的人较慢，甚至无破病。有破病的人，得到人的帮赞甲带祷，无破病的人替破病的人来带祷。求主耶稣就是这个国我的上帝，求主耶稣就是有国我的活命的圣神，进入咱中间，特别是心灵内底有不安的人，咱无法度了解心灵不安的人，伊所拄着迄个心头的重担。愿咱毋免拄着这个重担，你才讲主啊，我感谢你。愿天父上帝帮咱，咱毋免破病，嘛免得到医治。但是愿破病的人，主的怜悯，将这个国我的困难，放伫恁的生命中间，互咱伫主的面前来听今仔这个讲道。国或者毋是将来，耶稣甲马太讲。你点点，你安静。我即摆咧讲的国话，毋是将来。所以带马太甲玛利亚去到梦乡，耶稣甲人讲：你甲迄个梦石刷开。亲人正人拢甲伊讲：主啊，毋通啊！因为列撒罗已经放伫迄个中内面4天啊，4天迄个微sinh有死鸟鼠啊，臭到要死。耶稣甲伊讲：列撒罗，你出来。虽然后来列撒罗嘛，还有第2摆死，但是耶稣甲咱讲的国话，其实就是噩梦的国话、信心的国话、罪赦免的国话，还有就是伫主耶稣保护听的内底，生命得到满足的喜乐的国话。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啊，求你的圣神将国外的故事讲给我听。老师有甲恁分享讲，古伦生物讲了50个故事。你若感觉讲，牧师你无可能连续50礼拜拢甲我讲这本册内底的故事，是因为时间的甲这期无共款，所以我无简单讲这50礼拜拢来讲这本册。这本册就好读，恁伫网络顶端都买得到。为了一睹为快。恁家己去买这本册来读，因为这本册当帮助恁倒去读圣经的时，读了解。因为是咱家己单独读圣经，咱并无了解伊个故事背后
伊真正的福音是什么货？原来这故事拢咧讲起高活的福音。高活的福音是指人死了后上西天，然后灵魂的高活，毋是干那咧讲安尼。当然是，迄是重点。但是更加要紧，就是咧讲起伫今生今世、处时处境，心头若有动荡、有苦楚、有忧闷、有烦恼、有快乐、有软弱、有惊吓、有失望的人，你看你的心头祈祷的时，这个国外主耶稣要亲像出现伫伊的学生的面前，耶稣要甲你讲：愿你平安 ，Shalom Lahem。耶稣的意思就是，将你所有的重担交予我，我要提起你的重担，拄起你的重担，我要将我的平安予你。也这你相信吗？耶稣甲马大讲迄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耶稣煞问伊一句话讲：你信吗？也这敢好，何牧师甲你问。你相信今仔日个经文是会通实现的应允吗？你相信今仔日个经文所记载的福音是会通伫你的一生中间来成就的福音吗？耶稣咧问你，检查咱可能亲像马大，也毋是马上了解。直到马大看到耶稣讲列撒罗出来，直到哭甲昏去伫耶稣十字架下面，迄个抹大粒的玛利亚，就是得到上好的福分迄个玛利亚，用哪达香油来抹耶稣的这个玛利亚，所以耶稣会听，互这个妇人人伊的信心勇气，大大赢过伊所有学生。因为伫十字架下面的学生受记载只有一个人的名叫做约翰啊，剩的拢总无看呀。负责人的信心比伊学生的信心更较大。兄弟姊妹，耶稣伫今仔日个礼拜，伊要甲咱讲，毋通伫墓坑，毋通伫墓林找死人。你相信过我吗？主耶稣咧问咱讲。你信吗？将咱的绝望，将咱的惊吓，将咱生命手中有一个英语叫做 impossible， 无可能。咱个主讲，主我将 impossible 无可能的代志交互你。主耶稣甲咱摕过来，主耶稣要伫咱的生命大小事甲咱画手，然后主要讲共遐的字母。但是 impossible 变作 I am possible， 无可能的代志，伫我无学得成的事。兄弟姊妹，信仰拢需要有四大人，有长辈，有牧师，有信仰的前辈的帮助。更加要紧，就是信心。今仔日个约翰福音20章。就是圣神甲约翰讲的话。圣神甲约翰讲，3天前恁咧食暗顿的时，你会记得耶稣甲恁讲，我留落我的平安互恁。这个平安毋是这世间的平安，你会记得吗？3天后，约翰伫伊的20章，伊无记迄句话，但是伊连续记2摆。耶稣讲，愿恁平安。约翰了解啊。原来3天前耶稣所讲的话，我听袂清楚。今仔日经过耶稣十字架的受苦，我才知影，耶稣原来就是世间人的平安祭，伊所流的血洗清我的罪。耶稣甲我讲，我要担当你所有的重担。亲爱的姊妹，今仔日伫礼拜中间。实实在在，耶稣就是安尼甲咱讲。圣经福音书中间记载耶稣咧讲强调的话，
伊拢常常讲实实在在。迄个字英语叫做阿门，阿门。英语叫做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实实在在我甲你讲。若无圣神帮助牧师嘛读无，这个经文前后伊所印出来，什么叫做国外福音？愿兄弟姊妹，恁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通过福音明白三项代志。国外这甲活命有关系。耶稣有肉体的活命的权柄，耶稣有灵魂的权柄，耶稣有永远活的权柄。第二，耶稣会通赐恁平安。第三，耶稣不但赐咱平安，耶稣阁互伊家己活开伊的圣神，要踮伫恁的厝内，踮伫恁的家庭，踮伫家校，来踮伫私运。也踮伫咱中间，每一个已经领洗礼的兄弟姊妹，甲无领洗礼的咱的亲人，因为耶稣会听无分基督徒甲非基督徒。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帮助我，通过圣经的故事，看到你所做的事；通过圣经所写的话，听到你过去所讲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这条道足水的，你甲看，耶稣听马大遐认真，咱拢误会耶稣敢若听玛利亚对无？但这条道主角变做马大，反倒等伫耶稣的身边，迄个紫色、浅紫色迄个头巾，迄个是玛利亚。耶稣甲马大，拢无甲伊讲啥物其他大道理，耶稣只有甲伊揽，好亲像咧甲咱讲。唔免惊，我甲你伫咧，所听的姊妹，耶稣佮落去甲伊讲，你相信吗？咱甲主讲，主我不但相信，主我嘛知，互你揽咧，互你抱咧，迄种的感觉，实在有够好。所听的姊妹，牧师邀请恁伫受难周的祈祷会，目的毋是要参加讲咱的教会出席人数各增加偌济人，毋是迄个意思。牧师我用20几年要30年的时间，想要甲恁分享一项一种的祈祷，是我一生中间感觉上宝贝的祈祷。迄是对2000年前初代教会就开始，伊的名毋是叫做太祖的祷告会。伊的名叫做遇见神的祷告会。兄弟姊妹，咱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咱太无严格，至到咱嘛无时间通参加祈祷会。亲爱兄弟姊妹，牧师绝对无责备的意思。牧师对咱有一个真心的分享，愿意享受一个，互耶稣甲恁抱咧，甲恁揽咧。耶稣无讲话，你就知伊要讲啥；你无讲话，耶稣就知影你要讲啥。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个故事，互咱足清楚，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听有今仔日个解释。今仔日个圣经记载，约翰福音20章，伊对19节读到22节，伫19节的一起头，伊安尼讲7日的头一日。7日的头一日的意思，犹太人因有甲咱共款有一礼拜，但是犹太人一礼拜结束就是拜六，拜六就是犹太人的传统叫做安息日。因伫咧安息日，因的礼拜是伫拜六，咱的礼拜是伫礼拜日，因的礼拜是伫拜六。因用安息日做一日一礼拜的结束，因为圣经讲上帝创造天甲地，第一天做啥？第二天、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天，上帝看伊最好，万物休困。所以犹太人守第6天，最后一天安息日。但是初代教会对耶稣高活了后，把安息日改变做守主日、三日、主的日、主高活的日、噩梦的日、神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安息日甲主日拢同款。耶稣伫
7日的暗暝，伊出现，伊甲伊学生讲：愿恁平安。这是牧师今仔日通过祈祷，读互恁听，也盼望恁听到牧师的代祷。恁对伸出手的时阵，你甲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但一个咱要领圣餐的人，毋通袂记你甲耶稣感谢。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所赏赐我，毋是干那圣餐的饼；你所赏赐我，毋是干那圣餐的葡萄汁；你所赏赐我，嘛毋是干那一粒红卵；你所赏赐我，就跟那圣经中间所讲：平安，平安，平安。愿咱伫主的面前领受。耶稣伫也未定十字架进前，伫约翰福音14章这个时间点是发生伫耶稣主持圣餐搬过节迄个暗暝，耶稣也未受了最后的一个阴暗，伊甲伊学生做伙食饭的时，伊伫遐讲：我留落我的平安互你。也这恁阿们嘛？牧师若有机会去开会，牧师若有机会去观摩参观无同款的教会，那伫迄个礼拜中有感动的，无论是对一个真有温素的讲道者，无论是对迄个礼拜的感动，我拢会讲阿们。一届伫西敏寺，就是英国女王的专属、国王的专属的礼拜堂，伫伦敦的这个泰晤士河边啊，大笨钟的边啊，迄间礼拜堂，我伫遐参加拜六暗的晚祷。咱今仔所听的咱所唱的第一首的圣诗，其实就是英国女王伫迄个礼拜堂中间做伙唱的同一首的圣诗。迄个音乐，迄个庄严，迄个暗示圣神的同在。我阿们的中间有一个突发奇想，我来包一只无人机吼，甲我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大细细拢用专机甲载来遮做礼拜好啊。我唔敢甲恁答应，因为太昂贵了。但是我用讲互恁听，咱有可能无法度去到迄个现场。但是如果上帝若对你讲话，圣神来感动你，唔通消灭圣神的感动。有当时你感觉是一个直觉，但是当你出伫满足你甲主讲阿们的时，上帝要为你开路。上帝要为咱开路，我咱就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耶稣讲：主，我伸出我的手，我要抓牢你所予我一生的平安。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个礼拜，耶稣来到你的厝内，耶稣徛伫咱中间。正好等一下，牧师要问你讲：你愿不愿意接受洗礼？你讲啊，阿们。OK， 感谢上帝。亲爱的姊妹，愿主进入恁的生命中间，愿恁平安。拄则牧师甲恁解说，shalom 这个字叫做平安，但是平安字叫做shalem。犹太人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有一种困扰的所在，就是因为希伯来语只有子音没有母音，但是因都天生的法度读免母音。Shalom 甲 Shalom 是同字，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这个字母一看，因就一了解讲，原来耶稣咧讲的就是伊真侪伫圣殿内底迄只互人屠宰迄只鸽子也会洗了我的罪。兄弟姊妹，你愿你互主耶稣成做你的救主嘛？这是一种信仰性的解说。这句话竟然是伫耶稣也未定十字架进前的700年。今仔牧师甲咱讲，今仔第2段读的圣经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是伫耶稣也未出世进前700年。先知以赛亚，伊的爸爸妈妈拢是先知，上帝重用这个家庭，先知以赛亚写到耶稣要受定伫各各他迄个情景一模一样。伊讲，亲像羊受牵到受抬所在，无出声，描写耶稣十字架的苦路。
耶稣讲愿恁平安了后，耶稣佫做一项真要紧的动作。伊即个动作，我毋敢学，就是安尼。愿恁领受圣神，亲爱兄弟姊妹，这毋是变魔术。当主耶稣讲愿恁平安的时阵，耶稣将伊搁活了后，迄个搁活的圣神，这是记在圣经中间第一摆的圣神降临节。咱传统咱拢纪念迄个第五旬节，伫使徒行传内底迄段圣经，五旬节圣灵全面性的使徒拢得到。但是第一摆圣神降临节是伫礼拜即个夜暗，主耶稣甲伊的学生讲愿恁平安的事。兄弟姊妹，手伫你的心，你甲主祷讲，互我的心内有圣神。毋是干那有我的灵，互我的心内有圣神。因为若无圣神，我的灵就搞操烦啦，搞操烦啦。我的心，我的灵，若伫我的内面有圣神的时阵，就有喜乐，我的心就有平安，我就袂搞操烦。兄弟姊妹，牧师常常用一个仪式感的动作，邀请恁安尼祈祷，有无？我邀请恁换手祈祷，我邀请恁换头祈祷，有无？兄弟姊妹，当咱有一个仪式感的时，圣神知影咱的目肚枵，圣神知影咱的心烦恼，圣神就甲咱撒甲伫地。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领受圣神伫伊的同在。所以第一，牧师要甲咱讲，搁我的福音就是平安的福音，搁我这福音。就是互人甲上帝和好，对咱的心中勇敢，甲上帝讲：阿爸，天父。今日就给长老带咱祈祷的时，伊讲：互阮勇敢讲：阿爸，天父。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权能，搁我的三项事来放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也愿恁的家庭互圣神掌管。互平安的圣神，搁我的圣神，甲恁撒甲伫地，开恁的目睭，开恁的心窍，互恁有聪明的灵，有智慧的灵，有策略的灵，有工作能力的灵，搁有知识的灵，搁有敬畏上帝的灵。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领受吧，兄弟姊妹，领受这个字，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拿在你的手上。这句话互咱想到，当摩西伫西奈山顶看到上帝了后，上帝甲伊讲：手举你的竿仔，落山去。今仔耶稣嘛甲咱讲，手摕着圣神，心内充满圣神。我要甲恁撒甲伫地。摩西离开西奈山了后，伊落来，伊咧讲西奈山顶的故事的时，伊讲着。伊手举上帝的竿仔，圣神就是上帝所予咱能力的竿仔。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予咱过一个甲耶稣同过活的过活节。对今仔日开始，每一年的过活节，也这愿恁明白，这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节庆，愿恁平安。最后，牧师要甲恁解说时间的原因，牧师。跳来讲，耶稣讲的，我的平安甲这世间无共款。时间的缘故，我无要做这解说，但是我将这个文字留互恁。伫后礼拜周报会有文字稿，恁会当放伫恁的安静的时间，摕起来想。牧师所讲的平安到底什么意思？圣神帮助约翰，圣神嘛要帮助牧师，讲互恁听。圣神嘛要帮助恁。听有耶稣予咱的平安，甲人无共款，所以伫这个所在，第一，耶稣的平安是全人的平安，毋是即摆做礼拜时听到有平安离开门出去，上车坐咧，就开始烦恼啊！也这就是迄个意思。全人的平安，就是长阔高深、孤孤单单的平安，心头最定。平安伫你的心内，
这是耶稣所给人的平安，是一个招庇的平安。第二，伊是及时的，是当下，是真的。所以耶稣伊常常若咧讲福音的时，伊讲实实在在。希伯来语叫做阿门，阿门。伊讲了的时候，拢讲个阿门。所以后来基督徒才会习惯伫礼拜，毋是礼拜伫讲伫迄个基督了后讲阿门的意思，就是主上帝拄则我所求的实在哦，是我真正对心中诚实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的平安是对天顶来的，是上帝主动给咱的，毋是咱求。咱拢想讲，咱爱甲上帝提醒，上帝较会记得，对吧？咱真的时阵拢常常爱甲上帝提醒，是爱有迫切敬虔的心祈祷。但是当咱要未祈祷之前，你想，你阿爸天父知无？也未来到伯大尼，耶稣早就知影马大马利亚因的家庭出代志啊！兄弟姊妹，耶稣在咱的轻重，最后牧师要讲三项。耶稣的平安是以马内利的平安。耶稣的平安是当伊甲你讲平安的时阵，伊阁甲你喷一口气。上帝的圣心要踮伫你的生命做工。最后一项，耶稣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所听的姊妹，愿今仔日圣经的话，家己讲话。愿今仔日上帝的话，家己显明伫恁的生命中，咱同心来祈祷。万冠灵、荣耀、圣洁的天顶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对天降临，互讲的人、听的人，拢伫今仔日领受圣神。万冠灵的上帝，今日我要为着家校，为着私运来行洗礼，加健身礼，求你用你的宝血接纳因，一生一世踮伫你的平安。主，我嘛要领圣餐，我要领受你所赏赐阮活命的饼、活命的杯。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心内送香需要你的，阮的亲爱的姊妹兄弟，甚至今仔日袂通来甲阮做礼拜，破病倒床的每一个人，包括连进兄弟，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听阮众人的祈祷，施恩互阮，我咱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